继续来看台湾小姐的冠军高万荣，9月中旬代表台湾到马来西亚参加亚洲环球小姐选美比赛。伊伫个比赛进前，因为中国的打压，无法度伫另外一场的活动就台来介绍家己的国家，是当场留下着目屎。伊转来台湾了后，第一场公开的活动，就是到南投县大研来推销特产。因为惊这个活动失去焦点，所以针对中国打压这个代志，伊是笑笑无来回应。抢先感受一下。台湾小姐冠军高万荣穿一束红旗旗个老金甲头的新娘洋装，展现好身材。伊来到南投县政府参加巧克力豆加比赛的宣传活动，做活动的大见钱。每次我在外面跑这么久，就是最想要回来就是我的南投家乡。那很开心，活动都可以找我来代言，让我有机会可以回到南投回来看大家。高万荣的笑容甜蜜蜜，带来宣传南投特产，因为伊是南投人，特别替故乡斗相共推广特产。这嘛是9月中去马来西亚参加亚洲环球小姐选美比赛后，回国的头一场公开活动。伊当时伫咧一场国际活动，去中国打压，无法度上台，会机小改家己国家，会感觉甲当场流目屎。当时无针对打压的代志做说明，等来台湾了后，头一摆参加管会活动，大家嘛关心伊的心情，唔知有受到影响无？不过高万荣专心宣传活动，对中国打压的代志无加讲伤济。过去我摕到环球小姐选美第4名的国民党南投县长候选人柯淑华，用学者身份来给鼓励我们自己在地的佳丽哈，透过她美丽的身影，还有她非常聪颖的智慧，能够去化解掉各种的困难，同时呢，也代表我们南投人的一个非常好的形象，继续的为我们台湾争光。这摆高万荣嘛是参加亚洲环球小姐比赛，虽网无前5名，到20强，不过伊嘛是摕到在家第1名，网络人气奖和最佳精神奖3项优秀奖项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